自從和氏璧在朝陽相府被盗，不知所踪，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咸阳？妹妹也是疑惑。孟昭氏今日来找我，说是要卖掉全部的嫁妆和首饰，把和氏璧买回来送回楚国。那孟昭氏言辞从来口不对心，他的话不可都信的。但和氏璧在咸阳，應當是真的。上次秦楚交戰，王兄怪罪我沒有為楚國出力。既然和氏璧原是我楚國國寶，若能贖回，王兄一定很高興。只是貪戀這寶貝的，一定還有別人。我要弄清下落，一定要先聲奪人。中行先生，事情出了一些變故啊，秦國王后也對這塊玉緊盯不放啊，此事該如何處置？王後，好啊，有她出價，不愁這價錢抬不上去。哼，記住，一定要按照我們先前說好的，最後的買主只能是芈月。事情可別出什麼差池啊！小人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商人。哎呀，你放心，辦好了這件事兒，發的可是筆大財。小人的性命可全攥在先生手裡了。店家，結賬來了。好了，酒足飯飽。哎，記住我說的話啊，稍安勿躁。你先去吧。大人，跟着那个人，我倒要看看他还要去哪兒。是。等等，张相可在府上？你是說，那人突然提高了價碼，本來要8000金的，如今竟索要10000金。小的聽說，是因為看中這塊玉的人太多，眾人私底下都在競價，商人重利，奇貨可居，待價而沽。黃金有價，玉無價，何況和氏璧不是一般的玉璧。你可知道，還有誰在與我們相爭？這麼說，你是知道的。大約不是一個人，但其間好像有王後。王後？王後怎麼會突然插手此事？真是古怪。八子，王後既然相爭，不如就算了。與王后失和，總是不好啊。哎呀，我也是受人之托，偏巧張子與王后又有過節，這讓我在中間為難死了。反正金子都是張子給的，若能買到，就先將玉買下來，事後再和王后解釋，總比東西落入不知根底的他人手中好些。是。王后，聽說羋月也想買和氏璧，而且還出了高價錢呢。什麼？羋月要買？奴婢去問過了，有個出價最高的人就是木心。先不論羋月有沒有這個財力，他可是從來都不把珠寶玉器放在眼裡的人。
一塊玉璧在他眼裡還不如一卷書简。這次不同了，适才奴婢在園子裡碰見孟昭氏，他說宮裡都在傳一句話：得玉者得天下。芈月一向藏有野心，她準是想跟王后爭天下呢。不管那塊玉璧多少钱，你都要给我买下来。是。母亲，此刻是几更天？回大王，已经过了3更了。难怪，寡人觉着乏了。哦，老奴给您敲敲背，解解乏。啊。听说这几日宫裡不太平。是。都是被那和氏璧搅和的。孟昭氏叫唤的最凶，但雷声大雨点小。芈八子最早出嫁，但遇上了王后不肯罢休，价钱现在已经是数万金了。随侯之珠，和氏之璧，得之者富，失之者贫。芈月那邊，寡人心裡有數，若不是受張儀托付，定不會趟着渾水。這張儀也是，儘管今非昔比，但當年之痛仍在作怪。張儀入秦，對楚國深惡痛絕，和氏璧是症結之一。人就是過不了自己這一關。可是王後那邊也未免有點突兀。可不是嘛，老奴清楚。多事之秋，大王的后宮最好是風平浪靜。若真出點什麼事兒，只怕不管誰想爭勝，最終大家都是一個字：輸。停車，就是这兒了，把東西給我搬進去吧。你找誰啊？范谷在嗎？啊，在裡面呢。搬進來吧。范谷，這是3萬金，我家主人說了，今日定要將和氏璧帶回去。貴人你來晚了一步。珍珠，有心？怎麼回事？這位大人已經將和氏璧先買下了。